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3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45天。虽然在1个月之前在美国特朗普的斡旋之下，俄乌双方有意要达成，对吧？空中停火，海上停火，但是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他们不仅没有停火，反而打得更加激烈。根据这个战争研究所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推进至库皮扬斯克附近。战争研究所4月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敌对行动的最新地图。在谈到前线作战形势时，专家们谈到了乌克兰国防军在库皮扬斯克附近的推进情况等。与此同时据记录，俄罗斯占领者在托列茨克、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和库尔斯克地区不断推进。那也就是说截止到现在，乌军还在库尔斯克俄军还是束手无策普京想把乌军从库尔斯克彻底赶走，绝非易事这个乌军不仅在库尔斯克坚守，还在比尔格莱德以及布良斯克分别开辟新的战场，让这个普京更加头疼难以应付。除了这个在前线双方继续绞杀，那双方对对方的这个轰炸也是时刻都没有停止双方互相炸完之后，互相拿着证据去找特朗普告状。我们看这个俄罗斯人怎么说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说4月5日至6日，乌方袭击克里米亚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和沃罗涅日州能源设施。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沃罗涅日天然气分配公司的一处低压钢制架空天然气分配管道受损。俄国防部补充道基辅当局宣称遵守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后，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行动连1天都未停止过。这个俄罗斯国防部还说袭击已导致多地供电设备损坏，部分地区处于断电状态。袭击还导致多处天然气管道破损。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夜间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查帕耶夫斯基克的叫普洛姆辛特兹炸药工厂，这是专门生产炸药的一家大型的工厂结果被乌军给端了。乌军用无人机炸的，说现场至少记录了20起爆炸，工厂已停产。4月5日，乌军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唯一一家生产光纤电缆的工厂，这家位于莫尔多维亚共和国萨兰斯克的光纤系统工厂所生产的光缆对俄罗斯军队的光纤无人机至关重要。资料显示该工厂生产用于控制通信和数据传输系统的材料，包括俄罗斯军队所需的所有无人机控制光纤。媒体报道此轮袭击造成该厂发生猛烈爆炸和燃起大火。目前暂无法评估这家光纤工厂的具体损坏情况。就是乌军不仅把它的这个炸药厂给炸掉了，还给把它的这个生产光纤的电缆的这个工厂也给炸掉。那么再看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这个袭击和空袭根据新华社报道说当地时间6日早上5时10分，新华社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第聂伯区听到多次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防空系统正在运行。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发文说导弹袭击仍在进行中，提醒基辅民众做好安全防护。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说达尔尼茨基区和奥博龙区遭到袭击并起火，救援人员正赶往现场这个可是新华社记者在那儿亲身感受到的俄军在轰炸基辅这个比俄罗斯国防部自说自话恐怕可信度要高一点。也就是是一边说要停火，一边不停的在轰炸乌克兰的首都。那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呢，4月6日早上，俄罗斯使用以 9M723K 什么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基辅市内3个区部分建筑发生火灾，一家家具车间发生火灾，并蔓延至另一栋仓库建筑。在另一个地点，一座5层高的商业中心2楼、3楼和4楼部分被摧毁。实际上打的就是民用建筑但是这个在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中他们说声称打击了乌克兰中央炮兵基地和国防工业设施
实际上炸的是民用建筑。俄国防部啊周日发布消息称，俄军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以及炮兵部队对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和西方军事装备维修基地实施了打击。过去1周夜，俄罗斯武装力量集团军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兵和炮兵对乌军军用机场基础设施、西方装备维修维护生产基地以及乌克兰军工联合体企业实施了有效打击。俄军在142个区域成功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火箭炮兵、武器仓库、无人机指挥所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装备集结点，其中包括外国雇佣兵的聚集地。也就是说啊，虽然特朗普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停火计划啊，但是外交斡旋现在搞了个寂寞，双方不仅没停火，打得还越来越激烈。这个我感觉啊，不仅在战场上造成了无辜的生命的伤亡，更像是打了特朗普的脸。来自北约的报道啊，说自乌克兰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俄军损失已超过90万人，其中死亡25万人。但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继续招募足够的人员来弥补损失。北约认为啊，战场上没有停战的迹象。根据北约评估啊，说战场形势仍然非常困难，俄罗斯将继续在前线和全境加大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压力，以延长战争并增加其在谈判中取得成功的优势。天平依然不站在乌克兰一边，俄罗斯保持优势和势头，而且还试图以利用乌克兰军队的劣势来取得胜利。说战场上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准备停火，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目标发生了改变。北约预测俄罗斯将把乌克兰赶出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已经失去其先前占领的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地区90%的领土。目前乌克兰军队占领的土地不足100平方公里。俄罗斯已完全重新控制苏贾市。北约估计啊，目前在库尔斯克地区约有7万名俄罗斯士兵。根据媒体报道啊，说俄罗斯正准备向克里米亚部署朝鲜军队，朝鲜正在向克里米亚半岛大规模部署它的炮兵部队。该报分析人士认为啊，这可能表明朝鲜军队也将很快部署到克里米亚，而欧洲啊仍然害怕自己的影子。你说啊，如果是朝鲜，对吧？他从库尔斯克咱们啊说是俄罗斯领土啊，那么朝鲜到俄罗斯领土，这个似乎啊还能说得过去。那么这一回普京又往前走了一步，你看他日拱一卒啊，这回把朝鲜派到有争议地区，就是克里米亚，对吧？这个全球主要国家都没有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但俄罗斯说这个克里米亚是他的，那这不就是有争议地区吗？哎，俄罗斯把朝鲜军队啊再派到这个有争议地区，是不是往前又拱一步啊？这么下去的话，有一天啊，朝鲜军队会出现在乌克兰领土，哎，这就是个渐进的过程嘛。但是欧洲是不是到现在还在讨论，如何出兵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啊，他在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但是很多人呢说乌克兰是打代理人战争，说乌克兰对吧，也打到最后一个人是在为欧洲打仗，或者是在为美国打仗。但是这个朝鲜的军队啊，不远万里跑到俄罗斯来打仗，哎，这些人包括刁盘老师，哎，从来不指责，哎，不说这个朝鲜是打代理人战争。昨天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批评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啊，对吧？说一个这么古老的、优秀的民族，这么伟大的国家，居然懦弱的啊，在他的通报里面都不敢点俄罗斯的名。不是俄罗斯炸了泽连斯基的老家吗？哎，炸死了好几个平民，这个美国都不敢谴责，美国的公报里面都不敢提俄罗斯的名。泽连斯基批评他们软弱。今天啊，这个被批评以后啊，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这回点名俄罗斯了，说啊，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确实啊，这个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对俄罗斯那就差磕头了，就差跪下。这个乌克兰外交部啊表明啊，他说克里维利赫，也就是泽连斯基老家呀，遭袭是向美国发出的明确信号，表明俄罗斯将继续战争。俄罗斯在特朗普领导下完全无视国际和平努力，这是莫斯科向华盛顿发出的信号。普京将继续战争，继续杀害乌克兰人，直到他感受到来自西方更高层级的压力和武力。无方指出啊，已经将俄罗斯袭击克里维利赫的详细情况通报给了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并呼吁各方做出明确的公开反应，谴责俄罗斯的暴行，并采取具体行动，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强化
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再看看这个卡德罗夫的抖音部队啊，最近晚上一个视频啊，1分多钟，记录的是卡德罗夫士兵呢，他们在前线艰苦的日常生活啊，就是在前线前线的日常。通过这视频显示啊，这一支啊卡德罗夫的抖音部队，他们的指挥官受伤，一架乌克兰的巴巴亚加无人机正在袭击他们的阵地。这些抖音部队啊，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啊给打的是苦不堪言啊，似乎在战壕里面没有那么美妙。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啊，这抖音部队所擅长的火箭弹，对吧 ？RPG 5连发，然后这个机关枪盲扫，这些都派不上用场。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德国媒体4日援引德国外交部的一份非公开文件报道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代表将不被允许参加德国方面举办的2战欧洲纪念日纪念活动，相关当局可以行使驱逐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日在社交媒体回应说，德国方面打算把俄罗斯人驱逐出纪念胜利的活动，这是一种公然侮辱。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啊，对吧？现在俄罗斯扮演的就是当年德国的角色，当年苏联，对吧？这个出兵啊抗击这个德国，那个某种程度上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呢，俄罗斯正在做着野蛮的侵略，正在重走那个希特勒的老路，这个还能再邀请他去吗？当今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了，当今的俄罗斯是侵略者，不是苏联那种叫保家卫国。4月6日消息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警告，如果他承认克里米亚、顿巴斯以及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在法律上受俄罗斯控制，那将犯下历史错误。波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尔·科瓦尔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谈到这一点。科瓦尔认为啊，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谈判中承认克里米亚、顿巴斯以及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属于俄罗斯，就有可能越过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红线。科瓦尔表示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承认了乌克兰及其边界，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这是国际法的基础。根据历史经验，国际法律保障是维护该地区和平的主要保障之一。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同意在被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他说，我认为也许就一些地区而言，这是唯一的办法。实际上啊，双方还没有坐到谈判桌前，现在这些表态啊，无非都是各种试探。总之，欧洲啊恐怕是很难接受领土换和平了，因为这个事一旦有了开端，那么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这个乌克兰的官方证实啊，韩剧《大长今》扮演者李英爱向乌克兰援助1亿韩元。这个大长今，很多网友恐怕还记得啊，这个应该在10几年前吧，这个有年头了啊，恐怕有小20年。但是非常火啊，大长今，他这个主演呢，李英爱居然向乌克兰捐了1亿韩元。美国政治报啊，援引一位知情官员的话报道说啊，乌克兰的盟友担心基辅会失去对宝贵矿产资源，特别是碳和铀的控制权。该媒体援引这位官员的话说啊，乌克兰拥有碳、铀及其他宝贵的矿产资源，如果俄罗斯获得这些资源，对基辅的盟友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该媒体的采访对象称啊，乌克兰与美国在矿产资源方面的交易是一个能够保障乌克兰的安全的时机。从欧盟的角度来说啊，那当然不希望啊，最后乌克兰赢了之后，乌克兰只剩下一个壳，对吧？这个瓤子已经被美国掏空了。你美国现在又不出钱，对吧？又不再积极援助乌克兰，完了乌克兰胜利之后的果实还有他的债，这个恐怕说不过去啊。这个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对11年的战争还没有觉醒的乌克兰人，那么现在醒来也太晚了。就是布达诺夫认为啊，俄乌战争已经打了11年了啊，从顿巴斯开始，实际上乌克兰和俄罗斯就已经打上了，再往前那就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正好11年。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啊，如果有人在这场已经持续了11年的战争中依然没有觉醒，那么现在醒来也太晚了。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能算是乌克兰的公民。他说啊，一个不想保卫乌克兰的人怎么能算是乌克兰公民？如果他不愿意，那他就根本不配被认为是乌克兰人，社会也应该以这种态度来看待他。无论这话听起来多么严厉，
有人可以拿起武器战斗，有人可以在后方为胜利贡献力量，但每个人都必须为胜利而努力。如果有人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让别人去干，不行，这样人不是公民。布拉诺夫在接受这个叫《胜利因素》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说啊，这个让我想起了咱们说的叫乞丐守襄阳。那布拉诺夫的这个讲话，他说这个乌克兰的公民啊都有义务起来反抗，抵御这个俄罗斯的侵略。那和我们说的乞丐守襄阳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乌克兰是乌克兰人的，乌克兰人他是公民，对，他手上有那个投票权。这个泽连斯基是你选出来的，或者下一次你选了个扎卢日内，或者选了个什么波罗申科，不要紧，是你选的，你就得负责，对吧？你就要为这一切承担责任。少数服从多数，对吧？51%的人或者多少人选了泽连斯基，那多数人认可了，那其他人没选的也得认可，因为这就是这种制度安排，你是要服从的。这个国家不是跟你没有关系，这种游戏规则你也是参与的，你只是你投的票，你投的那个人没选上而已。但是就这个整个的游戏规则来说，对吧？整个制度来说，制度安排你是受益者，因为你还可以投啊，所以你不能说这国家跟你没关系，你不是乞丐。乞丐守襄阳什么意思呢？那个国家是谁呢？是皇帝的，那个政权是皇帝的，皇帝你又选不了，跟你没关系。江山也是皇帝的，甚至乞丐都算皇帝的财产，你是皇帝的财产。当然了，你不是什么好的财产，是劣质财产，对吧？你都没有什么公民权，你作为一个财产，谁来了你都是财产，对吧？你也参与不了这游戏规则的制定，所以你说这样的财产你去守襄阳显得比较滑稽啊，这个是一个本质区别。所以说乌克兰人啊应该奋起反抗。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那乌克兰人现在说这些规则统统作废，乌克兰人准备学俄语吧，乌克兰人你就接受俄罗斯那一套。显然乌克兰人不愿意，乌克兰人向往欧盟，对吧？要加入欧盟，要过好日子。那么多国家加入欧盟之后啊，都从贫穷现在变成富裕。那么多东欧国家以前啊，是不是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加入欧盟以后都安然的度过难关。现在过的那比俄罗斯强多了，比白俄罗斯也强多了，对吧？比中亚那些国家那强的更多。就说匈牙利吧，这不着调的，在欧盟还是这个反骨仔，那他们国家老百姓日子过得也不错。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波兰，那你说作为乌克兰人，他心往哪边倒，他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那不是兔子头上狮子明摆着的吗？那既然这样，那你就得为这个努力啊。所以说整个乌克兰的公民啊，他有义务保卫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制度。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搞的这个和谈啊，普京的特别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啊，莫斯科与华盛顿新一轮接触最快将在下周展开。德米特里耶夫称啊，俄美双方新接触预计将在4月7号这一周内进行。这位特别代表还对俄美对话恢复表达了谨慎的乐观，他还比较看好。他说，毫无疑问呢，我们的重点是恢复俄美关系，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的工作。当然，重点还在于经济和投资领域的合作，我们已经看到了增重，良好的对话开始了。不能不说啊，特朗普这个抡起了这个关税大棒，他没有砸到俄罗斯身上，理由就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啊，所以这个美俄之间的贸易基本上没有了，中断了，所以说就没有制裁的必要。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特朗普玩了一个花招，也就是美国并没有终止从俄罗斯进口商品。你比如那个核反应堆材料啊，油，对吧？还有一些化肥，那美国也没少从俄罗斯进口啊。倒是俄罗斯没有从美国买东西啊，因为这个他制裁啊不让，或者买的东西不多。那也就是特朗普对普京啊采取了一种谅解的这种姿态。特朗普不就是对吧？我从你那儿买了东西，那你必须要从美国也买东西。现在你是因为制裁人家俄罗斯没办法从美国买东西，那这个特朗普啊就没有给俄罗斯加关税，是不是就是特朗普理解了普京啊？普京有苦衷啊，他不买美国的东西是迫不得已。但是啊，你没加就是没加，你只要没加关税，那个美俄之间现在谈贸易谈合作，除非他也加20%、50%关税，如果不加关税，那就是美国在给俄罗斯搞利益输送。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洼地啊，他从美国进口东西，然后对吧，往2个印度卖，或者把2个印度的东西，对吧，倒到俄罗斯，从俄罗斯再卖到美国去，反正他没有关税啊，这不就是相当于让这个俄罗斯成了一个白手套吗？让俄罗斯成了一个中间商，还垄断，那不就是变相的资助俄罗斯吗？所以特朗普啊，对俄罗斯还是手下留情啊，对普京还是下不了手。但是啊，特朗普对全球100多个国家挥起了这个
关税这个大棒啊，那间接的对俄罗斯还是有很大影响。它没有直接影响嘛，它跟俄罗斯之间没有直接什么关税啊增加，但是间接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莫斯科时报报道啊，俄罗斯面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的严重冲击。他说，美国加征关税导致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价格下跌。对于预算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俄罗斯来说，也就是石化能源这种情况已经变得至关重要。据经济发展部统计，2025年3月，俄罗斯乌拉尔石油平均价格为每桶58.99美元，大幅低于预算的69.7美元。油价下跌以及产量减少，导致俄罗斯预算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减少。2025年3月，这些收入下降了17%，第一季度下降了10%。俄罗斯政府被迫弥补预算损失。自4月7日至5月12日，俄财政部计划每日抛售国家福利基金货币16亿卢布，总计抛售金额达到359亿卢布。曾作为俄罗斯经济安全垫的国家福利基金，在乌克兰战争和制裁期间大幅缩水。截至2025年3月，该基金的流动资金资产减少了约2/3，达到了375亿美元。继续出售国家财富基金资产来支持预算，可能会导致其彻底耗尽，从而威胁该国的金融稳定。矛盾的是，在石油收入下降的背景下，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自年初以来却升值了26%。然而，这种走势对预算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以外币计价，兑换成卢布后减少，结果预算赤字继续扩大。这个账大家算得明白吧？以前是这个，他卖石油是60美元一桶，给印度卖是按美元计价然后美元再换成卢比，对吧？然后印度人付卢比，但是由于这个卢布的汇率在上升，那你60美元本来是对应的是多少卢布啊？应该是6000多卢布啊，这个数不一定准啊。那现在就是6000美元，它只能兑4000多卢布。那你俄罗斯国内它那个预算又是按卢布来做，那是不是那石油天然气收入不就更少了吗？那预算更做不平，所以它的预算赤字就扩大。那政府被迫增加借款或用尽剩余储备。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和随之而来的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毁灭性影响。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减少，国家福利基金的枯竭，以及增加借贷的需要，对侵略国的财政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可以说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是吃瓜落的，因为特朗普根本就没给俄罗斯加关税，他是只能说是歪打正着。这个最近石油价格不在下降吗？全球经济要进入衰退，那油价更得下降。大家琢磨一下你说2个印度生产东西卖不掉，那你还生产那么多干什么？你不生产，你机器不开动，你要那么多石油干什么？要那么能源干什么？我们很多商品是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东西做的对吧？你说比如说那个汽车的保险杠，石油不仅是能源它还是很多工业品的原材料那这玩意你都卖不掉了，你还进那么多石油干什么？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都在下降，那对产油国来说那就压力更大，因为他们都有预算的。比如沙特，那全国4000万老百姓要吃饭，也要过好日子，油价下跌，预算就少了，收入少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多生产对吧？多卖石油，所以它越卖的越多那个油价就越低，它这就是个恶性循环。这个特朗普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普京看样子是中了7伤拳或者叫隔山打牛。这个特朗普看上去似乎是给这个2个印度一拳，结果背后的俄罗斯发出了一声惨叫我们再看有一篇报道这个说俄罗斯的军队正被置于安全机构之下，普京对他们的将军们缺乏信任。这个报道主要讲的是普京通过这个战争对俄罗斯的国防部、对俄罗斯的军方高层进行了清洗。这文章说联邦安全局开始清洗军队与国防部，普京的亲密盟友绍伊古被调往其他位置，他的3位副手以及大约30名工作人员被捕。这个桥段在印度那是家常便饭，就是司空见惯，这叫剪裙边先把你这个要动手的这个人先给你名义上升了，对吧？就明升暗降，没有实权，然后再把你身边的那些人一个个的逮起来，对吧？这个你看就这么剧本都一模一样。位于华盛顿的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米哈伊尔·科明表示此举一方面是为了重新分配与国防部相关的资金流，另一方面是为了拆除绍伊古在政府中的人脉帮派。绍伊古的继任者别罗乌索夫没有派系背景，上任1个月后，他便会见了
战争博主，鼓励他们将问题直接向他反映。据柯明称他只能选择其中一名副手，另外2人似乎都是由普京指定的，而其中一位就是普京的外甥女，也就是这个别罗乌索夫他连给自己选副手都没这个权利，他只能选一个副手，剩下2个都是普京给他指派的，那不就给他架空了吗？还有3位将军被逮捕，包括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沙马林和波波夫将军，后者最近致信普京，申请调回前线。他写道：“我从未质疑命令，而是盲目而坚定地走在这条神圣职责、誓言、命令和你敕令所决定的道路上。”克里姆林宫证实普京已收到该信，但尚未做出回应。这个波波夫将军不就是那个58集团军的司令吗？因为在前线他绕过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直接向普京汇报，然后这个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联手把这个波波夫给做掉了。罪名很搞笑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罪名是波波夫将军在前线贪污了很多钢筋，把很多这个叫梭罗维金防线那些什么钢筋当做废品卖了，贪污了800万卢布，大概是这么个事也就是普京要抓人，随便找个理由这一切都说明普京现在对俄罗斯的掌控似乎越来越吃力。那么在这个俄罗斯对吧，石油能源收入巨降的前提下，普京的掌控恐怕是越来越弱，俄罗斯面临的这个混乱会更加剧烈。俄罗斯国内可以说是暗流涌动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